各位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提教國際。呢個禮拜四晚後，同大家強烈關心係兩則由台灣又由美國、中國有關的議題。提教我哋看到係美國嘅眾議院最近所通過嘅台灣 Travel Act 台灣旅行法案，到底有乜嘅重要性？節目提到我哋嘅繞場度嘅特別來賓係好久冇看到嘅軍事台灣嚴俊碩嚴教授，嚴教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老師再一次來到聚焦國際。那首先我們想要請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兩天我們在媒體上看到這個台灣 Travel Act，這個旅行法案究竟有什麼重要性？那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通過？它之前有哪一些背景？我們觀眾可能要先了解一下。我想台美關係啊，就是過去30多年來啊，就是靠着台灣關係法啊在維繫。那當中有一個就是6項保證，是在雷根1982年817公報之前提出來，那是口頭的。那後來大概2年前，眾議院也把它訴諸於文字了啊，就是，但是那只是一個宣示而已。那1994年，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就是在克林頓政府任內做了一個美國對華政策的8項調整啊。那這個8項調整裏頭，其實就跟現在這個台灣旅行法有點類似了，但是它是來自於行政部門，等於也是一個內部的一個宣示。為什麼會有這個8項這個調整呢？就是譬如說，我們當時李總統過境到中美洲訪問，過境夏威夷的時候，美國卡得很嚴嘛，對，那所以後來就認為說，其實台灣的這個官員只要過境美國，應該要給予這種舒適啊、尊重啊、方便這些原則。那所以後來就有我們比較多一點的這個總統過境美國，那美國也可以有一些部會首長。我們講他們上面寫得很清楚啊，8項這個調整政策調整，說是 economic 跟 technical 是啊，就經濟跟技術專業方面的這些部會。所以我們如果把美國的部會，譬如說國務院、國防部這個排除掉，是啊，可能國土安全都算這種的。是好，那我們大概就譬如說美國的能源部啦，美國的教育部這些部長是可以來台灣訪問的。但是即使有這個8項這個政策的調整，我們看過去這麼多年來，美國也沒有幾個部長來，就是最近來的，我們認為算是內閣官員層級的，也不過就是環保署署長，啊，跟這個 USAID 啊，就是美國對外援助的一個總署的署長。那這樣子就是表示說，還是有一些難度。雖然他調整了，說各種的官員是可以來，但是是不是能夠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那現在這個台灣旅行法，我認為說，就是大概是從1年多前啊就開始了啊，就從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裡頭，他們就醞釀出現這個法案，然後慢慢就通過了外交委員會，然後通過眾議院。所以現在看起來，假使參議院通過的話，那當然就會成為美國繼台灣關係法之後一個正式跟台灣的關係啊的法案。那這個當然對我們台灣來講覺得很重要。為什麼？因為它這個就把過去有受限制的，譬如說我們的總統、副總統、我們的行政院長啊，這個行政院副院長，這些都過境美國不能夠正式訪問美國的啊，都排除掉了。那美國好像看起來，甚至美國的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要來台灣也可以，但是實際上會不會發生，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就是說把這些都拿掉，那是不是有可能未來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法源根據，那就有機會訪問？那這其實還是要和美台之間的關係來看的。老師，這裡我想要先請教一下，您剛才提到在1年多前其實就已經在提出討論，可見這是一個，因為1年多前我們記得還是奧巴馬執政，那現在川普上任，這是一個在民主、共和兩黨皆有共識的前提下才產生的法案嘍。沒錯，而且也是我們國民黨、民進黨這個不斷就是兩黨在對美外交一個延續的工作啊，一直希望就是說能夠對台灣有一個更尊重的一個態度，所以希望我們的這些政府的首長訪問美國不要受這麼多的限制啊，所以才會有對台灣比較友好的意願，特別是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大部分的成員都是台灣連線的成員，那對台灣都是很友善的啊。還有就是他們的選區，比如說在這個 Royce 啊，這個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主席，還有另外一位這個 Rob Parker，他們大概都是在洛杉磯 Orange County 橘郡，他的選區裡頭就有很多台灣裔的，所以他們
对台湾是特别友善，也有一些选举的考量。那我请教老师，就是说接下来要怎么样才会生效？那是不是真的生效之后，两国的高层官员就可以互访了？确实，假使今天参议院通过了一个他们的版本，然后跟众议院合在一起，把他们的不同的地方，然后来处理掉了以后，变成一个共同的版本之后，送给这个总统来签字。那总统如果签了，就成为法案。总统大概没有什么理由去否决。Even it's Trump。就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我们看众议院是无异议通过了，无异议通过，你总统要否决一个法案，参众议院就是可以有2/3的多数，就是来反否决。对，那无异议通过，那还有什么问题？所以总统即使你否决了，也会被这个参众议院override 的 veto 所以大概不可能，他大概就会签。但是刚刚主持人讲得很好，就是说我们欢迎这样的一个法案，但这个法案呢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备用的法案，有点类似8项政策的调整。8项政策调整，美国的农业部长、商务部长都可以来台湾，财政部长也可以来，这是属于经济的，但财政部长从来没来过，对不对？所以执行是一回事。所以今天有这样一个法案，对美国来讲，当然他等于有了一个比较活棋。他假使今天对中国大陆不爽，他可以派比较层级高一点的官员，比较敏感一点的官员，但是还是符合这个。完全是符合这个台湾旅行法嘛，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大陆当然会抗议。不要忘记连环保署署长来台湾，还是在马政府的时期，大陆都抗议的。那你想想看，大陆怎么会可能不抗议呢？老师刚才刚好讲到一个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接下来我们把这件事情，目前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某种程度是几乎台美双方在外交上数1数2大的突破。如果等到川普签署之后，可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反应非常的激烈。那他们的这个官方的媒体《环球时报》，他在他们的这个算是社论当中讲说，这个台湾 Travel Act 就是一个摧毁台湾法。那我们可不可以从中国大陆这么激烈的反应来看到，也回到老师刚才讲到，如果中国大陆美国对他不爽的话，他就派一个高层官员来。那该不会众议院真正的目的，或是美国真正的目的是借此把我们当作是某一种的，我这样讲听起来好像不是很适当，某一种的工具来挑衅中国大陆，来取得他想要拿到的东西？对，我觉得当然我们可能被视为是一个筹码那当然这个筹码呢，有人在台湾也会觉得说，他是能够被当作筹码，表示你还是有些价值。也还是不错。可是我认为这个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一种做法，但是并不见得一定会对台湾产生实质的帮助就为什么？因为执行起来，美国人只要觉得说太敏感，他不会派人，他的总统、副总统不会来台湾嘛？对，他的国务卿、国防部长不会来。那他在8项政策调整之后，其实有很多比较重要的部会的这个部长可以来的。也没有来过，那表示说他执行起来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当然在 Trump 之后我们就不知道，因为他这个人比较无厘头可能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对大陆来讲，就是第一个，1979年以来这个台湾关系法之后，今天这个台湾旅行法可以说是台湾跟美国之间这个外交关系非常紧密的一次，那这一个最大的突破，最大的一个突破，而且今天到了这种层级，你想想看，在过去台湾关系法的时候，美国都降低这个，一直说是非官方甚至在台湾关系法时代，美国派驻 AIT 的官员还要先从 State Department 从国务院要退休再出来的，现在已经完全都没有这些考量了。那是不是台湾跟美国变成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化？那这个。从大陆来讲，可能就违反他认知当中的一个中国政策，因为台湾关系法本身原来是只处理文化、经济、教育这些交流的问题，那当然也有我们讲说卖这个武器、军售给台湾的，但是是防御性的武器。那可是，一旦这一些官员可以这样自由出访的时候，那好像变成一种正式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是大陆会认为说这是台湾摧毁法的一个原因吧。我再从另外一个时间点的角度来切入，就是再过几天，1月20，就是川普
就职满1周年。那其实我们记忆犹新，那时候老师也来到节目里面，川普在就职的前几天跟蔡英文通了一通电话，这个川菜热线也引起当时中国大陆很大的反应。那在他就职满1年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旅行法案，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透过他1年的这一些作为来看出他对于对台政策或是对中政策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了吗？我觉得基本上啊，我上次也提过，就是从川普他跟蔡英文通电话之前到那个通电话之后，他所对台湾提出来的一些推特上面的文字，都是讲到说台湾是美国购买了很多美国的武器，所以我可以跟蔡英文通电话，或者之前他认为说，台湾要跟美国买武器，奥巴马政府不敢卖，他说中国在笑我们，但到现在为止，他从来没有赞扬过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法治、有自由、有人权，跟美国是价值的契合，从来不提这些。所以我们大概看得出来，他在乎的就是你台湾，他做生意嘛 ，Money talks， 对你台湾就买武器就好嘛。所以我不会认为说他对台湾的这种民主的价值有任何的这种在意啊。就是因为如果他真的在意台湾的，他可以在这些放话里头放出来一些，但他并没有啊。当然不是只有台湾，他在对其他国家讲话大概也都差不多。所以这是他的个性，这是他的做生意人的一个本质。那我们真的是只能看到，就是说他或许在跟大陆打交道之间，会把台湾的一些议题拿出来做一个就讨价还价的筹码吧。那我们从另外一个事件来看，这个台湾旅行法案，就是原本副总统陈建仁要带队到这个我们的友邦洪都拉斯去访问，因为越南得知他连任，就突然喊停，当然又传出是某种程度可能是中国的外交打压。如果纵观我们前面这10分钟的讨论，再看这个事件，究竟这个台湾旅行法接下来对我们是利是弊？我认为，当然洪都拉斯本来就是一个邦交比较紧张的地方，但这一次又很特别，因为他们的总统连任的时候争议很大，对，所以呢，他后来连任这个就是庆祝这个连任的就职，就办的这个典礼规模是非常的低调了，是，那所以他说用这个理由来婉拒，当然可能还有中共的打压，那如果今天我们的就是我常常开玩笑讲，我们中南美洲的友邦。过去对我们最大的用处，工具论的话是说，因为我们总统要出访那边的时候可以过境美国，有时候像譬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的总统要到海地去访问，3天在美国，到了海地1天，又回去美国3天所以实际的目的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哪里？重点就在美国嘛。那如果说这些中南美洲的这些邦交国，可能或做出像巴拿马做出外交转向，或者比较担心中共的压力，就不邀请我们的总统去了。那事实上反而是成为一个连过境的这个理由都没有的时候，那何况你还去谈说要做正式的访问到美国，我觉得也比较难了。OK， 这是老师上半场针对台湾旅行法案的分析后，南一家强用到美国、中国大陆还有20有关的话题，我来讨论说，对年初的时间，中国轻轻放片面宣布。而其中 M503 航路造成我方係強烈的抗議，我記得係冇盡破嘅發展，到底稍後咧，你做到兩班嘅戰隊，先了解下強行嘅關係。讓大家繼續擺進到討論現場，看睇台灣離合法，那就留年有關又係對外關係當中嘅點是，中國的措施輕輕放宣布，而其中 M503 航路落3隻南北向 W 連接線，這個動作來得當突然，老師，這個突然的動作，我們有哪些觀察的指標？為何中方在此時要這樣出招？我認為當然他們覺得跟台灣之間，因為現在沒有9·2共識，有一些。這個議題不需要再商量了因為反正沒有再對話嘛，所以他就是我們講說片面就自己決定要做什麼就做什麼。那如果我們台灣這邊有太強烈的反應，他們會認為說，反正你也先不承認9·2共識，所以我們也沒什麼好談的。所以他就自己做了這個決定。
但这个决定，我那个时候当然我们是觉得很担心，因为毕竟靠近海峡中线很近，只有7、8公里啊。是。那可是毕竟还是在海峡中线的另外一端。对。所以并没有过来。谢老师，是民航机的航路，而且是民航机的航路，而且这条航线本来就有，只是他要不要用而已。对。那过去他因为觉得说两岸关系缓和了，他不希望造成台湾紧张，所以就暂时没有用啊。那现在他就自己决定说，大陆的我们也知道，大陆确实航班真的是这个飞行量是比以前要多很多嘛啊。包括你看从我们讲说从广州、厦门、福州都有直飞美国纽约的飞机了啊，所以它需要有更多的这个航线，那这个也是无可厚非。可是这整个争议出来之后，那我最关心的就是第一个，当然是我们跟ICAO、ICAO 去就是希望寻求援助啊，希望寻求，好像看起来并没有，他们就认为你们要自己去解决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也看了一些国际媒体。看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报道？好像没什么报道啊。他们有报道的，比如说日本Japan Times 里头提到，他也是引述台湾对这件事情，而不是国际媒体会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说，哎呦，造成了譬如说区域不稳定，区域不稳定，譬如说像南北韩之间跨过了38度线，或者在38度线的两边。有这个重兵集结，并没有这样，所以看起来我们是紧张了。但是国际好像反应就认为说，这本来就是一条民航线，只是现在开始启用而已啊。那当然我们要维持一个高度的警戒，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可是这个是民航线，所以是不是军方讲的太强，就是把它做成了太夸大了？那我觉得还要看一段时间，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慢慢班次会越来越多，那以后就会变成一个常态。那只要它没有飞过海峡中线，那应该就不会是一个问题嘛？那我这样子问后，从他们4号开始宣布启用到现在，纵使我们这个很激烈的抗议，民航机已经飞了将近180个班次，我们究竟有什么实质利益的损失，或者究竟带来哪些潜藏的国安危机？我们当然是过去是担心说会不会有他们的，就是这个以前就是两岸的，包括我们开始直航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问题，说会不会大陆说假冒民航机就过来？其实。每一个航机出来的时候，你都知道是哪一个机场出来的嘛那我们都有这个资讯，应该是不会，只要维持相当程度的对话，大概是可以。那大陆也知道，事实上 M503这条航线，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会跟我们的台北到金门的这些航线中间会有一些领空的一些重叠嘛那所以这个才是大陆可能会在技术上面会做一些通告。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应该重视的，是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南北向的航线，那我们到金门、马祖这些东西向的航线会不会受到影响？那我觉得这个是国人应该要关心的飞安问题。我觉得这个还不算是一个国安问题了。那某一种程度，我们会不会担心，就是说，表面上中国大陆是透过此举，来表达对于蔡政府不承认9·2共识的不满。好啊，你不承认在先，那我现在我也不用管你。以前我们讲好的事情，口头上承诺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单方面的来径自来宣布。可是私底下会不会在背后，其实某种程度，除了他要加速他的这种他想要做的统一进程之外，也想要削弱美国在亚太的战略的影响力，或是某种程度在挑衅。可是我们看不出美国有认真看待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我觉得跟大陆的军机绕台或者航母绕台比较不一样。老师，这两件事现在是同时进行。对，我知道，但是那个两个我们要更关心一些。那这个是在国际航线，而且没有跨过海峡中线的情况之下，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注意飞安问题，但是不能把它扩大解释。但是我们对于这个辽宁舰这个绕台，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飞战机绕台，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要这个半飞或怎么样，要实际去了解到底这个有多严重。但我们现在看得出，中方确实有这样的意图，在破坏某种程度已经破坏亚太的和平，因为在心理上我们受到威胁。对。可是我们看到，如果他是要削弱美国的战略影响力，却没有看到美国好像有针对这件事情或是军机绕台有太多的直接反应。我认为现在的情况就是还是朝鲜半岛的问题让美国专注力全部放在朝鲜半岛。那美国也不希望就说跟大陆之间会有因为朝鲜半岛而引发那个
冲突，所以他不愿意把台湾跟大陆之间的问题卷进来。我觉得大概现在是这样。那看起来经过了这个平昌奥运，他们两韩愿意来共同参与，有一些和解的迹象，说不定经过了这个奥运之后，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契机，美国也可以跟韩国、北韩也开始可以进行会谈了，因为川普是愿意的嘛。他最近透露出来的，但他有设一个前提，就是海利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说，只要北韩一天不宣布放弃核武，美国不会跟北韩谈。对，但是我们也看到南韩跟南北韩之间也谈了非核化的问题了，所以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的啊。那我认为到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北韩会宣布他不会第一个使用核武 ，no first use。这个时候他就是你要承认我是核武国家，但是我绝对不会。美国已经承认了，他之所以不跟他谈，就是因为他没有讲出你是核武国家，但是我不跟你谈，是因为你没有宣布你放弃核武，所以其实美国已经承认这件事情。不，但是就是他要美国正式承认，就是说我可以拥有核武，是啊，但是呢，我北韩也很大方的讲说，我不会 first use。如果说我不第一次不优先使用的话，就表示除非我被你们美国攻击，我才会用嘛。那这个样子，其实大家应该就不需要那么担心了。那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美国跟大陆之间大概会最后结果可能会促成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结束，这个朝鲜半岛的核武问题告一段落之后，美国才会去管大陆这个是不是会出这个第一岛链，然后这个辽宁号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军机绕台这些对这个台海的这个威胁，那个时候才会有更多的余力来关注吧。我们看一段话这个 AIT 前理事主席博瑞光他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动作，他认为就军事而言似乎没有什么重要性。所以我们从博瑞光的谈话能不能把它厘清，变成是对于我们来说，或许 M503，因为它有国安的危机，它某种程度上会是对我们是军事议题，但其实对美国而言，它只是一个政治议题，能这样区分吗？当然我会认为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美台之间的关系有些议题我们不需要扩大解释到一个地步，硬要把美国拉进来站在我们这一边，比如 M503这个事情，是结果做了太多的投资在这种其实美国人认为不过是个非安的议题，不是国安的议题的时候，或者只是一个政治的议题，那这样子我们等于浪费了很多的资源。我们可能更重要的是，譬如说我们要买美国什么样的武器，或者是说我们未来希望美国在这个大陆军机绕台也好，或者军舰绕台也好，这些议题上面有更强烈的一个反应，而不需要在就是我讲说动员美国在 M503上面强势一定要表态。那美国觉得说好，如果这个地方我帮你表态过了，其实上也没达到什么成果啊。比如说这个国际民航组织觉得说你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等于浪费了我们这么多的资源在动员美国来做这个事。那到了其他更重要的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这么多资源？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会不会有一种叫做动员疲惫？就是人家说又来了，又要我来讲这些，是。那这个时候他可能有些更重要的议题，他反而忽略了。OK， 最後一個問題我哋看到係禮拜你看到 M503嘅爭議之後，其實蔡政府反而有加有台。前面就可能，我想要請教老師，就是在兩岸關係從蔡政府上之後的緩步下坡，然後幾乎官方都零互動了，完全停滯了。這一次的危機有沒有可能剛好變成是一個轉機，讓兩岸有機會重啟協商、重啟對話？如果我們真的那麼在乎我覺得是可以用一種理由說這個對國家安全有關係，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這個事件要跟對岸來談。那對岸就好了，對岸就有兩個東西嘛，一個9·2共識，然後你不要9·2共識也可以，其他任何的一個共識，只要有一個中國，我覺得一個中國可能對台灣來講現在是更不能接受所以民進黨政府最能夠做的就是說，我先用9·2共識去跟對岸談。但是民進黨政府講了，我們承認9·2的歷史事實。對，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如果要9·2共識，我給你9·2共識，我都大方，但是我認為我今天有能力跟你談出一個不同的共識，讓台灣人民眼睛這個為之一亮嘛。但老師，我們現在就沒有這個信心嘛。
不是，民进党政府现在内忧外患。这几天大家还在讨论，自从他们在上任之后，包括他的原住民政策，包括他的劳工政策，我们看劳基法修法，包括他的这个同婚政策，某种程度对部分原先支持这些政策人而言是跳票的。有人就大胆预言，该不会接下来要跳票，就是他跟国民党最大的区业，92公司。所以这不会是一条可行的路。可是我认为，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很行。就说好，没关系，我们就用92共识跟对岸谈，但我有能力谈出更好的。他全面跳票。但是问题是我有能力谈出更好，那我觉得这个展现出来的风度跟信心又不一样嘛，对吧？你为什么好像就说啊，因为92共识我就不谈，人家觉得说你根本是拒谈嘛。那其实你如果敢谈，不是更厉害？完了，那我接下来我觉得听老师这样讲，有可能蔡英文政府会用某种方式承认92共识。我一直认为说，如果你看。